文化部文化部文化部和16岁至22岁的少年家，鼓励因去买册、去看国片、看艺文表演，希望会当进行这个产业。也毋过呢，就业者和学生反映有好有歹。文化部长张亨伫立法院表示，政府会想办法投入更较侪资源。定的茶叶啦。场景是边块车厢的舞台剧上演一个社会缩影。艺文产业因为疫情影响真大，所以文化部连续2年针对表演艺术推出会当用文化币设计买青年实惠，包括立功剧团的阿改、高雄城市芭蕾舞团的创作芭蕾地顶作品。除了进行产业，嘛鼓励学生囡仔加入剧场。如果是喜欢的乐团或喜欢的歌手的话，就会有兴趣。交响乐那一些比较有兴趣。就会愿意花钱去看。学生囡仔是讲会看兴趣消费，表演团体坦白讲对北部票房较有帮助。不过，毋拿艺文表演，疫情也互民众惯起串流平台，致使电影院观众流失。台南第一间艺术电影院金贤美剧院，初一嘛宣布要伫8月关门，引起立委的关心。市场越来越萎缩，不管是国片的一个市场，您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？黑潮计划也跟行政院要了一个专门针对台湾的文化内容，包括科技。包括电影、包括电视，还有文学等等也变成100亿，用4年来用。文化部承诺会投入更较侪资源，透过文化币，希望有关国片票房。不过，现营业者观察认为，虽然有票房，不过效果有限。有啊，我是会遇到拿文化币这边是有的不敢说非常的庞大了。业者建议扩大文化币使用年纪，通刺激消费。另外，政府嘛应该让消费者知影每一张电影票拢是伫咧扶持台湾影像产业，鼓励消费者加入电影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